17号是台南市光华高中创校92年校庆，当时选伫咧即天来举办由台南西区扶轮社捐赠饮水设备的启用仪式。台南西区扶轮社常常咧参与各类的教育文化活动，所以特别向扶轮社347控地区来提出申请，希望当采买饮水设备给学校。今天是我们讲光华92，意思是这是一所历史已经92年的学校。但是我想各位贵宾从进来，不管从环境的营造也好，从师生的表现也好，很难想象这所学校已经将近1个世纪的历史。因为随着时代滚轮的前进，这所学校也不断的在往前迈进，在成长，在蜕变那蜕变的动力，最主要的一方面是来自于董事会的支持跟领导，二方面是来自于师生共同的努力，第三方面就是来自于家长以及社会大众的支持与鼓励。扶轮社社长薛耀斌认为，饮水设备是关乎到全校老师甲学生的健康，更因为少年人的活动量较大，所以透过捐赠地基来提供给老师甲学生使用。办完活动之后，就问了校长说：“请问校长，我们扶轮人可以为贵校在做些什么呢？”校长非常客气：“陈会长，不用，我们该有的都有了。”我说你再想想吧。他走着，校长很可爱那不然你帮我们换饮水机吧？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我们饮水机已经用了10几年了，家长会还有那个政府机关的钱慢慢再换，1年换2台3台。那我无论做社会服务的一个重要的项目，就是你必须做过社区调查。当时学校只有35台饮水机，供应了全校1200位学校的师生，所以平均大概35个人用一台饮水机。而且我们用饮水机的时候，在下课时候，它剩下的2个是绝对不够的。捐赠饮水设备除了会当照顾到学生以外，嘛希望学生会当对内底学到食果子、拜树头的道理。希望学生伫咧毕业了，若有成就的时阵，爱会记得回来回归咱的社会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